新闻的现场，下礼拜就是中秋，一寡人拢会烧焦烘肉，提醒大家食时都要特别注意，有一寡的禁忌。像讲生过烟肠、蛤蟆有亚硝酸的食材，假使若是有含氨的食材，也就是海产做伙食。像讲干贝、刀鱼，安尼就较会产生致癌癌症的亚硝胺。医生建议讲加工过肉含海产，若是要做伙食，上少都要让2点钟。烟肠放伫咧烘网顶悬，烘甲油金金，真芳真脆，一喙加落是真满足。这个时阵若是搁配几只虾啊，一喙甲食落去，会使讲是中秋节烘肉治癌上好的组合。在烧烤以及加热的过程中呢，它其实会让海鲜里面的一个催化酶的浓度会增加。如果说你吃了30克的肉制品烧烤，然后呢再加30克以上的海鲜，那么有可能产生的亚硝胺浓度对身体造成伤害。根据研究，若是每天食30公克加工的肉，致着大肠癌的风险会是正常人的50倍，而且海产内底阁有催化。举例来讲，若是要食烟肠这类生过加工肉品，内底亚硝酸转变做亚硝胺的速度是1，但是若同时食落有胺类的海产，也是干贝，都会催化亚硝酸变做亚硝胺转变的速度会紧10倍，造成肝脏袂赴来代谢消化，提高致癌的风险。想要2种食材拢食，上好是爱让2点钟以上。那虽然大部分的致癌物质在体内浓度很低的情况下，并不会引起身体主要的一些病变，但是长时间的服用，甚至呢在短时间内有比较大量的饮食摄取，很可能就会产生类似致癌的风险。有以烘肉来讲，上扣气的就是高温，尤其是蛋白质烘甲臭火焦，会来产生二环胺。伫咧动物的实验内底，嘛有证实会有致癌的风险。实在上好嘛是先用水杀过，再来烘，嘛着爱减少温料，较健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